洪恩 B 女單眼新你賣萌，癲到你暈啊！洪恩月頭咧幫細佢11年嘅老公生咗8磅肥妹仔 Yannis， 出世半個月啫就 feel 到佢啊盡得阿爸阿媽嘅演藝細胞，人仔細細啊 Q 到暈，個樣啊仲似足靚媽咪添啊！難怪阿爸尋日咧 po 阿女上話，本來咧唔想咁早啊將你啲近照發出去噶，不過你10幾日就開始賣萌 ，Yannis 啊你想點啊？你咁萌，媽咪啊知唔知啊？咁人哋爹哋你又知唔知 ？Benz 都俾 B 女電暈啊！咁細個啲頭髮就咁濃密，大個咗肯定好靚啦。越睇就越 like 呢個娛圈馬年第一 B 啊！洪恩 B 女單眼新你賣萌，癲到你暈啊！